是不是问题其实出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上面？你想啊，我们当时在 TF 的成功是因为我们追求技术上的卓越，那现在我们总是追求便宜，按道理被人赶超也很正常嘛。你要让我说呀，不如我们狠一次，我们做一个全世界都没有的 MP4芯片，做的比老外都好。好啊，钱呢？没准这个点子就能带来钱了嘛。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看解决方案。哎，张楠，好久不见，老同学。不是，话不能这么说嘛。什么叫欠钱的是大爷？海潮他也不是那种人啊。张楠，喂，我听说你的 MP3手机芯片投放完了，也没出错。投放完了不代表卖不出去。可是你怎么能做到比灵光药的芯片成本还低呢？做得到啊，只要肯亏钱。那这个钱谁来亏呢？亏我们的吗？你放心，亏的都是我的钱。你的钱我会如数还给你的，好吗？等你卖掉芯片以后吗？不然我现在也没钱呀。也就是说，哪怕我现在有急事要用钱，你也拿不出来是吗？确实，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不过你要相信我，相信我的能力，一定可以解决的，好吗？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改天再说。喂，老婆是我。哎，你等会儿啊，等一下。进。张总，这是台湾芯片代工厂的产能表。哎，你说怎么了？你那边怎么了？打蟑螂呢。啊，老婆，表格我已经拿到了。下个月华强北就会缺芯片，灵光药的产能只能供给到下个月，再有芯片就在2个月之后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芯片能不能在他们的窗口期倾销？行，我知道了。老婆辛苦了。你忙吧。嗯。你给黄总换个好的酒店，钱我自己出。好，知道了。姜伟，酒店帮我退掉，我住这里就可以了。那是张总吩咐特地帮您预定的。华强北那边治安情况比较复杂，您住普通酒店，张总他会担心的。就按我说的办。如果他问起来，你就说酒店已经换过了，别让他担心。公司现在情况不好，能省一点是一点。可是别可是了，就按我说的办。姜伟，我当时看上你，就是因为你头脑聪明，办事妥当。你现在这么做也没什么错，一切都按公司的规章制度走，别掺杂私人感情。好，我知道了。还有，下次还有这样的情况，也按今天这么办。好的，好的。回望当年的华强北，
我们谁也无法抹去早期那段山寨的历史。学习、整合、超越，但这段经历也帮助我们走上了如今自主创新的道路。哇，热死我了！怎么了？生气啊！某些人不接电话。谁不接你电话？李东升啊？哎呀，人家不接你电话很正常的，他有未婚妻的嘛。你这脑袋瓜子里都想什么呀？我怎么可能给黎东升打电话？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怕我看上黎东升，去破坏他和他的未婚妻？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一副世界末日的表情。我就不能有点属于我自己的秘密吗？秘密？你别告诉我，你是有老公的。你这个人呀，我告诉你啊，咱俩得签份协议，以后禁止谈私事。那不是因为你魅力太大了吗？说实话，我都担心，我闺蜜不见得是你的对手。人家就要上市了，马上就是互联网大佬，而我的年龄呢，比大佬还大了一些。不过，就算我看上黎东升，我也只是想和他谈一场没有人知道、没有结果的恋爱。得了吧，你们俩还没开始谈呢，这满世界就都已经知道了，你们俩太耀眼了。哎呀，你放心，就算是跟他谈恋爱呢，也不会让别人知道。我这个人呀，就会放烟雾弹。别说我了，说说你吧，怎么样？跑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瞎跑没用的，你得去找倪志雄。我也知道要找他呀，上哪儿找？堵他呀，去他厂子门口堵他。So that means That's enough. I feel the same. There's just no potential here. 我已经不信任他了。Sasha, we've always felt that you were professional, but your recent performance is just so disappointing. In my experience, a CEO's priority should be to analyze and predict industry trends and government policy. As CEO, Dongsheng, his judgment is flawed. He has utterly misread the situation. This proposal is not problem solving. This is to convince us to invest in his next project. But his new project is also internet related, and he already has some successful experiences on this field. But if he doesn't succeed, it's all failure. Do you understand? Your adamant support of your boyfriend, it's weakening your judgment. Based on this, we don't think it's suitable for you to continue working here anymore. I'm sorry. We're done here. 我明白，但确实失败的感觉不太好受。创业都是过程嘛，这些也是过程。这些投资人只看结果，在这个过程里，无论你怎么挣扎，不容易，心酸，没有意义。结果论输赢，一定还会有办法的。我再想想。讲完了，欧阳成良，你拿我当傻子呀？
啊？当年谁信誓旦旦的跟我讲，哎，肯定上市的，肯定上市的。现在跟我讲钱打水漂了，你还想把我房子的定金要回去？你脑子进水了！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不认这个情况。政策，你给我把政策变回去。变不过来怎么办？我亏的钱你给我垫上。你这个是风险投资，亏了就亏了。你还知道的？那你还有脸要回你房子的定金啊？啊！合同上明明白白写着定金不退的。那我女儿现在都这种情况了，你要讲点人性。这个定金是黎东升问我借的。你问我要钱，你要讲人性；我问你要钱，你要讲规则。我是安土就这么冤大头啊！我跟你讲，我不跟你讲。钱不是我一个人的，老孙老李他们都有份儿。如果你的宝贝女婿把我们的钱都变成了废纸，欧阳，那我可得真的跟你说声对不起了。什么对不起？人有头债有主啊！你信不信我再让你尝一尝前2年你四处逃窜的滋味？你滚！这个林志雄可真难约，堵都堵不着。当然了，人家做的那么好，货到了没有？到了。你什么成绩都没有，让人相信你，凭什么？我们有优势啊，我们是灵光药投资的公司，博亚星光是认可我们的技术的，对吧？是，现在市场上是有芯片，那等到时候市面上货不足了，就算我们质量差一点，价格贵一点，那还是得用我们的了。这你总算说到点上了。那你让我跟他见一面，我哪有那个本事啊？哎呀，他那个二侄子，不是你的忠实追求者吗？你看啊，人家才20岁啊，我努力都能把他生下来了。别瞎说，你这么好看那么美，怎么能当他妈呢？而且现在姐弟恋很流行的，在国外，那女的比男的大20多岁的多的是。哎呦，你可真能扯！哎呀，帮帮我啦！我就给他打电话。喂，阿灿，哎，我金子姐，啊，我有一个姐们儿想见你啊。都说好了会上市的，我当初是辞了工，你告诉人家几能活，你告诉人家几能活。李总，这是公司账上所有的钱。把最后一个月工资发他，所有人都发，所有人都发。你别想遣散我，这次我真的尽力了。你少给我来这套。王总，李总已经尽力了。我上一家公司的老板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他拿着账户上所有的钱跑了。现在李总还愿意管我们。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你们都在其他企业待过，真的，我理解你。你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先走。Jason，先这样。谢谢。李东升，我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你。你都看到了，那你也该接电话嘛。您都来了，有什么事您说。我帮你想了一个能让你活下去的办法，就是找新的投资商来接盘，说我们马上就要上市了，只是需要一点资金，趁机让老的股份撤掉。周到，这样你就不会太难看了嘛。我是觉得这样会更难看。我可能不会这么做。李东升，你这样就要爆雷了。爆雷我也自己扛着。
我是创业失败了，但是在硅谷有80%的风险投资都是血本无归的。咱们两个现在就站在这80%的人群中，应该共度难关。要按您说那样，我成什么了？我成李跃了。那你先把我的钱还给我。我也不瞒着您。来，您看看，我账上就这么多钱，发完工资，其他您拿走，我不留。别发了，先把钱给我。不可能不发，他们是拿死工资的。别管他们，我过得好，是不是对你也有好处？哎呦，您想想，您替我考虑考虑。交房租，还贷款，啊，给孩子交学费，哪个能比这个重要？我不可能不给他们发。哎，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我告诉你，李董事，他们对你的未来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好处。可我就不一样了。你想想，我对你多好，哎，我给你付房子的定金，我帮你跑前跑后，连饭钱都不知道给你付了多少回，我还搭上一个宝贝女儿。做人要知恩图报，不能理所当然，不是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别人给你买一杯咖啡，你都懂得感恩，更何况我们还有半路父子的情分。是我报。您等我东山再起，我双倍还您，好不好？你帮忙。东山再起谈何容易？你知道这有多难吗？互联网你肯定做不了了，金融你也做不了了，已经失败过2次了，美国1次，中国1次。你去哪里找再相信你的人啊？你把钱给我，我是唯一有可能再相信你的人。这钱不少，我要拿回来的。我现在真的没钱。瞎说！你有钱的，300个人，遣散费就是很大的一笔啊。这里面有我的钱，我一定要拿回来。你不要再拿去施舍他们了，他们不会再回来的。不行，我命令你。你还想要子夏吗？你女儿怎么了？你女儿怎么了？你拿你女儿威胁我？你拿你女儿威胁我？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子夏什么都好，唯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有你这么个爹。你走吧。我不走。滚！我不滚！滚！李董事，我不管你是去借钱，还是去和徐丫头商量，你把钱还给我。1个月就还你，你帮帮我，我借钱还你行吗？啊，这样吧，魏少南，啊，你借我点钱行吗？海潮给你借过了是吧？啊，那行，我知道了啊，没事。伟爸，哎，啊，没事儿吧？没事儿，啊，别着急，不用卖房，卖什么房？不用卖房，你跟我妈说不用卖房，爸，不用卖房，放心吧，没事，我能行，能扛过去，没事。你让他接电，你别让他接电话，我现在有点事啊，妈，我知道了我知道，我再给您打。你怎么不接电话？哎，对不起啊。你怎么了？没事吧？没有，破产了。你想要的生活我给不了你了，你爸想要的女婿我也当不成了。你胡说什么呢？哪个创业者不会受到一点挫折啊？我们再找新的项目呗，我还可以去找我老板，我们重新再来嘛。
粗心来什么呀？子夏，如果以后不会再有钱，我也不会再成功了。我以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怎么办？你是李东升啊，你怎么会过这样的日子？就算有，我可以接受啊。你可以吗？你可以不要江景豪宅，不要高尔夫球会，不要司机保姆，不要这些优质生活，你可以不要吗？为什么不可以？我可以。那你能不要你爸吗？我爸怎么了？分手。什么？分手！哎呀，快点啦！左梅啊，就是你呀，快点啊！好的，好的。一旭啊，他林光耀不让咱们进货，咱们就不进了哦。只限呢1個月，而且只限於 MP3芯片。那这段时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啊？那反过来说，他林光耀要是搞不定领通，咱们还把领通给得罪了哦，到时候可就不好搞了哦。只要領通嘅芯片賣唔出去，1個月內佢哋就撐唔落去。林光耀答應我，只要成功收購領通，就會俾我哋5% 嘅股份。就算佢收購唔成功，喺華強北，我哋係最大廠家手上，除咗我哋之外，冇人可以啃得落領通嘅芯片。到時候領通就會乖乖地嚟求我哋。我們開什麼條件，還不是很簡單。手機廠一定要綁定芯片設計公司，才安全。二叔，有个叫做黄立熙的人找你啊，他说他是领通的哦。你們好像還沒有賣出過芯片吧？没错。这的确是我们第一颗芯片，但是我们是现在目前国内用最短时间能制造出芯片的公司，我们很有潜力的。我相信像李总这么成功的老板，肯定不会拒绝一个最有潜力的合作伙伴。我知道你们在美国忽悠了一帮博士回来，结果前段时间还发生了 CEO 搞互联网，差点给公司散伙了。这种消息你都知道啊？倪总真是消息灵通啊！其实呢也很正常的。你说这一个公司刚刚起步，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小插曲。但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做出了芯片。那这还不足以说明我们的实力吗？同一样的东西，我为什么要选你们的？而且你们的芯片好像还没通过市场的检验。是，我可以跟倪总分享一下我们公司的理念。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可以用得起手机，所以这颗芯片我们真的没赚什么钱。我们的目的是为全中国人制造芯片，所以我相信有爱国情怀的人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情懷喺華強北，冇人為情懷埋單。當年我一個人喺呢度食住白麵包、飲冰水喺度搏殺嘅時候，情懷冇俾過我1毫子。我只係一個小買賣家，我靠組裝機起家。說白啦，就係山寨。我更注重嘅就係我能賺幾多錢，買幾多套房。可以養活幾多兄弟？我冇理由為你哋嘅情懷，令到我同自己兄弟食西德風。明白，倪總是一個非常講兄弟情的人，完全理解。但是倪總，現在這個芯片的市場是非常大的，但是芯片的產能卻非常小。別回頭這個市場上出現芯片斷供的時候，你再來找我買，那我肯定就不是這個價格了。黃小姐，你知唔知我屋企以前係做咩㗎？我屋企以前係做魚蛋嘅。嗰陣時大家都用鯊魚肉嚟做餡，買1串魚蛋我可以賺到2毫子。後尾有一年大家都打唔到鯊魚，就改用淡水嘅白肉做魚蛋，成本係上去啦，但亦都賣貴咗。我就從1串魚蛋賺2毫子，
變成5毫子。咁你話我驚唔驚有一日市場上我買唔到芯片啊？嗨，你怎么进来的？酒店存在安全隐患问题，你要小心。我门锁坏了吗？搞一张万能的房卡很难吗？你金文在华强北平摊啊！哎呦，你港剧看多了吧？出来做生意呀，最多是不按套路出牌喽。比如灵光药让你日雄签订排他性协议，就算市场缺芯片，也不能购买你们领通的 MP3芯片。真的吗？你咋告诉我的？这太过分了。喂，海超，告诉你个坏消息，灵光药为了得到领通，已经让别人签订排他协议了。哎，来，张总，我是金文。灵光药现在已经把你的路堵死了，所以你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赶紧出 MP4芯片，多差都行，只要是个视频，不用去想技术，不需要那么多技术，只要第一代产品能出来，越快占领市场越好。你也别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做这东西多么投机取巧，怎么投机取巧怎么来，否则比你先占领市场的人就会一直压着你。谢谢。你可真够猛的。哎，也是，要不然怎么在华强北摆摊呢？还不得被人欺负死？这个世界上吧，要想不被别人欺负，就得自己变强。你爸、你妈、你弟、你老公、孩子都得欺负你。你有老公孩子啊？都说好了不问私事儿，出来做生意嘛，就要摒弃那些婆婆妈妈的行为，爽气点不行吗？这吧。子夏，你怎么了？你别哭啊，你慢慢说。再怎么偷工减料、减少工艺，也得3、4个月吧。按道理，他一个外行说的不靠谱。20个串，2个大腰子。好嘞，老板。是啊，那现在硅谷怎么可能还要我啊？行，老婆就不说了，好吧？我知道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在市中心上班吗？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房子、车、孩子的未来，全没了。什么意思？没听说 ？FF 完了，李东升破产了，我们都完了。他现在什么地方？也许在扫尾，也许跑路了，谁知道呢？老板，您的串串不要了，我都烤好了。我要。好，你别哭了啊。不是说要上市了吗？政策问题。他哭得很伤心。我得回趟上海，我送你去机场。谢谢。海潮，你慢一点。我觉得东升现在未必想见到你。我想见他。他一定很后悔。有什么好后悔的？如果时间上能再来一次的话，他一定还是会做出这个选择。你的
电脑也不是新的，最多也就50块钱，这么多。干什么呢？放下。那个，我们老板让放下。哎，滚！你是卖电脑的？你难道不觉得这些电脑是我的？风险投资懂不懂？你少给我在这拽这些文！我老早就看不惯你了。看不惯别看。嗯。你嘴还挺硬。你除了投机倒把之外，你还会干什么？你看看你自己那个熊样，平时装的跟精英一样，收废品的钱你都要，丢不丢人呐？你现在不清醒，我懒得跟你废话。你懒了。来，大伙儿看看，就这个货，害得我赔了那么多钱，啊！各位的年终奖也没希望了。想要拿年终奖，就问他要，听明白了吗？明白。我这儿有一个股股转债的协议，签字。你疯了！你疯了！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啊！我跟你们说，动手了性质就不同了。别动手啊！听我们把话说完。阿祖哥，你这是干嘛呢？我来拿电脑，顺便教训教训他，签字。阿祖哥，你知不知道你这么逼他签字是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的？我管不着，知道我亏了多少钱吗？我现在能划拉点是一点了。阿祖哥，当初您要投资黎东升，是你自愿的，对不对？不是人家逼你的，是吧？然后你亏了钱，还要找人来重新签字的，而且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只允许赚钱不允许赔钱的道理，是不是？你们怎么说话的？问我要钱的时候，花好越好，什么都好。我赔钱了，现在跟我说投资有风险，这就是你们道理。你们这不是骗人的吗？阿杜哥，我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您了解这个东升的性格，您现在就是逼他跳楼了，他也不会签字的。你给我个时间，让我跟他聊聊，好不好？您不是觉得这些电脑还值点钱吗？你让你的弟兄们去点一点，然后能收回一点是一点，行吗？行，我今天就给张海潮，我妹夫一个面子。来，搬东西。啊！你本事真大。哎呀，多好啊！你是不是特别享受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么繁华，你张海潮能拉我一把，显得你多有存在感。随便你怎么看我，我就想帮你。你能不能别老一副好像你是个英雄的样子？你能不能别那么敏感，稍微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对呀，我没控制好，你控制得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是吧？多少回都这样。哎，东升，我说句公道话，这海潮一知道你的情况，马上就要来找你，拦都拦不住。他够意思，他心里有你，你们好好说话啊。他心里有谁啊？他是瞧不起我。他怎么会瞧不起你呢？啊，讲道理，我们也很困难，你缺钱，我们也缺钱，你发不出工资，我们也发不出工资嘛。那个 Brian， 他不是说过，说叫什么？创业者是创造就业机会的人，
是吧？你能够，创造就业机会，还发别人一份工资，那就很了不起了啊！你很了不起了。而且现在我们也很困难，我们做的东西被灵光药打得北都找不着，新的方向也没有，这钱还是海潮东拼西凑借出来的。然后现在的实习生，都得我手把手的从最基础的东西去教他们，那我们不也都活得好好的吗？是吧？我就是太倒霉了，每次都不走运。我从来都不相信运气，东升，是你的得失心太重了。哪个做生意的没有得失心？哪个？是非成败这4个字你总知道吧？做是的事情就会成，做非的事情就一定会败。所以互联网就是非的事情？未必，但是对于领通来说，就是大错特错，因为你走错了方向。你要知道，有时候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如果你错了方向，你就会一直错下去。你太注重短期利益了。那我也告诉你，在当下市场上，如果你不走捷径，如果你不会急转弯，你一定什么都做不出来。好，如果你今天只是以是非来判断一个问题该做还是不该做，而不是以得失心来判断的话，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决策会变得简单很多？我们老说不忘初心，当你走远了之后，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海潮你也先别说了，东升你也别犟了，事已至此，我们也缺人，而且说老实话，海潮他也不适合做 CEO， 要么你回来吧，就当这次磨难就是为了让你回来的。好的，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你觉得我还会回来吗？他想让我回来吗？哎，你还真错了。我倒是真想让你回来，但是我估计你不愿意。我是不愿意。我在领通当 CEO 一点也不开心。这个 CEO 是你施舍给我的，你从来没有听过我在说什么，从来没有尊重过我的意见，张海潮。那是因为你自己做的事情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你想用资本来撬动你心爱的行业，你做成给我看呀，不能总成为失败的案例。我一定会做成。好，那我用你自己的话送给你，祝你好运。好。喂，刘涵，郭姐，你回来吗？我有软件要做。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们离婚吧。什么？喂，喂。哎，夫妻吵架，兄弟在一起创业也吵架。东升会去哪儿呢？去俄罗斯买飞机。安娜，我在想，如果我们把现有的 MP3 手机芯片改装成 MP4 手机芯片，有没有在不违规、不违法，也不违反我们道德底线的情况下，有没有更简单巧妙的方法？那只能重做了。如果 MP4 没有办法的话，MP3 Plus 总可以吧 ？MP3 Plus。哎，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吗？就是有一种书这么厚啊，里边都是连续的动作，你快翻的时候，它就像是一个动画。我知道，你记得吗？如果做个8秒或者10秒的动画，难度应该不高吧？那用软件就可以的，但是像素极差，速度也慢，不算视频吧？普通老百姓觉得有意思就可以了。那好的，去问问 Jason， 如果领通还要他的话，他愿不愿意回来？我们不能给了人家一个梦，又眼看着他倒在追梦的路上。当然，您安全带请您扣好。先生，我来帮您。女士，安全带请确认好。好。当然，先生，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您的安全带请您扣好。
Hello? We'll sue you for practicing favoritism. Company's attorney will talk to you soon. What do you mean by favoritism? Project of FF, Li Dongsheng's project. No, that's not true. I wasn't biased towards Li when Redwood Capital nailed the deal. We have enough evidence. I did. Hello? 进门！进门！冷雨扑向我，破产了。知道，正准备去找你呢。我有一个不错的计划。我就喜欢听聪明男人跟我说计划。